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會喺12月7號舉行。民建聯星期二宣布將會派出26個人參選，其中13人參與地區直選，5人競逐功能組別，8人參選選委界別。大家都關注現任議員會唔會爭取連任。民建聯就話有14名現任議員將會繼續參選，其中陳克勤、李慧瓊、陳學鋒、鄭永信、周浩鼎同顏汶羽將會參與地區直選，陳恒鑌同埋何俊賢轉戰選委界別。另外，葛珮帆、陳仲尼、林琳同埋陳永光都會繼續參選。至於陳勇同埋黃俊碩就爭取港區人大政協同埋會計界2個議席。有5個現任議員宣布棄選，包括黃英豪、劉國勳、梁希、李世榮同埋郭玲麗。今次民建聯派出嘅候選人平均年齡係47歲。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就話，參選名單係經過詳細部署同埋考慮，有信心民建聯會有好成績。喺今次參與立法會選舉嘅新人裏面，好多都係喺地區裏面服務咗好長嘅時間，而且全部咧都係區議員嚟嘅，當中係有票王，亦都有票后。我哋相信今次讓佢哋去參選咧，亦都係可以俾到我哋嘅年青人一個機會。我哋相信咧咁樣嘅安排咧，對於我哋去爭取選票、爭取議席咧，係有一個最大嘅優勢喺度。民建聯亦都喺九龍東、港島東、新界西南呢3區同時派出2隊參選。陳克勤就話，相關嘅做法係新挑戰，市民有多啲選擇，相信有助提高投票率。